道一公，在一公，三一公，摊架前轮一公，摊架副前轮一公，摊架各位等的是一公。翻开时向夫妻档5行3公里前到一公，在一公，三一公，坤道一公，在一公，三一公。请本人是慈悲前到一公，坤道一公，第二次晚安，请坐下。我经理还有在座的各位领任、各位组长、各位讲师、各位青年大的大家晚安。传师晚安。今晚呢，又是咱六祖坛经的这个课程，然后呢，感谢天师的祖师的弘旨、受众师父大德、老前人五大牺牲，还有我们一手大仙知道点师的护庇。周前人、副前人的恩惠，以及我们各位点人师、各位亲戚给或许的教育栽培。那么我们晚上咱今届呢就是学甲16首无上首，而且第8首。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是第9、第9首的这个无上首。那么当然在这一首呢，咱做伙念就改好啦。好不好？好，来预备，开始。铸就无的心，暗平不见得。那么当然，无的心就是什么心？有真心甲迄心。所以讲，咱常常咧讲，咱若来请迄个请单经了先九五大礼了后，贵族宴菜人有无？莫或一早席位，名人在此事一番。渔夫适得还乡道，生来死去就见当前。那么这个生来死去就是讲，你的道心当下以前是心道心的，你求道的当下就是无量。所以迄个道心生的时阵，真心就死。若无呢，咱看讲，大家像迄间迄个吴小姐甲伊先生一个律师一个可能就是甲迄个火麒麟爸爸呢，共伫迄个公司上班，伫迄个大楼，伊爸爸是咧顾大楼嘛，迄个吴小姐就是伫迄个大楼咧上班，就是咧公司伫遐，所以甲迄个阿伯做熟，就是甲咱杨坛主呢非常的熟，所以咱出去里面熟悉，互伊来求道的时阵，咱完成地分上咧代表完成地分做伊过，叫伊跪就跪，对不对？叫伊会趁无顿就会趁无顿。所以互法讲是讲，咱在求道的当下，真正是道心显露，也就是讲咱本来上面所说的，咱这点灵清净的本心会显露。所以呢，绝对无私的人叫咱跪咱就跪，叫咱对伊念咱就念。像迄天呢，咱迄个西坛主度迄个家珍，因儿子本来真该是家珍家女儿先来求道，那么求道了后呢，早暗做日暗呢，就是度因儿子。迄儿子才3岁多尔，小班讲伊读小班尔，本来拢无爱求啦。伊就开始咧念文的时阵，师大院的时阵，拢比大人搁读较清楚。所以我想讲，本来伊是无爱求的，结果用命来摕入来。摕入来到佛堂了后，挂号要求道，开始拜的时阵，咱西坛主人甲伊抱跪伫头前，西坛主跪伫后壁，请咱静静对我念出声，念比咱大人搁较清楚，才3岁多而已。所以呢，伫佛法感受讲，确实咱的道心本自富足，而且本性真如的本性是毋是大人有赢？迄囡仔囝就有。所以呢，伫遮搭互我感受讲，确实。咱迄个生来死去见当前，毋是咱这肉体世事，咱道心甲人心，而且善事。那么你
遮咱了解道心就是纯善无恶，伊就是无善无恶哦。啊，咱若讲真正要达到无善无恶的这整个的一个善分北第一义哦，而变的时阵呢，就是纯善无恶。啊，若咱人生哦有善有恶，咱就是有善有恶，但有时啊做罪，啊有时啊做善，有善甲有恶的一种呢，人讲有时啊恶的比善的较济，啊罪不抵讲不抵罪啊。那么迄心就是纯恶无善。哦，像咱人马来西亚囡仔是来读册，啊结果竟然有人吼心理变态，甲人一个囡仔活安尼，这样是跟人家连累到勒逼，互人家长来到遮讲吼，搁较安怎即世人无爱带到台湾，这个真正是迄心，也就是讲真正无人性啊，已经无人性。所以呢，伊遮讲暗行不见道。伫这个时阵，就是伊人生起心咧办事诶，咧做事诶、做事诶时阵呢，会迷入咱诶城市。哦，那么迄个，我嘛较真毋知迄个姓啥，搁我之前咧较毋知迄个太人姓啥，含因诶老爸竟然甲伊讲哦，一命赔一命，已经无甲即个囡仔看做即个是伊诶囝。你杀死人，你就是后悔，你嘛是赔人一条命。但是呢，整个诶家庭，拢相对来，应该伊诶家庭。即个害来即个囡仔的家庭，伊嘛是非常的艰苦哦，所以已经颠倒错乱啦，就是咱互即个城市培育了后颠倒错乱，一家有志，毋知啥物叫做对，啥物叫做毋对，所以因此伫遮互咱了解讲，确实，咱若会当道心，咱讲咱人若失去道，就安怎？迄个新陈代谢的失调。内分泌的失调哦，就呢，互法度即个啥，去咱小好遐呢，度迄个小做呢。那么当然，伊就是咧做健康食品哦。啊，伊来呢，就是要介绍我食健康食品。啊，我就是咧度伊来学道学真理哦。伊甲我讲，即妈妈，啊，你甲阮求的是心灵上，啊，我甲你求的是健康，我讲无对。健康，所以呢，即个无法即改变是介绍互我食，因为我有究竟爱食啥物，就是食即款改变才来。哦，那么伫即个因缘，互咱了解讲，确实道心的因缘，互我感受讲，一定要有真理的考验。哦，因为呢，上天赐咱一点力，咱人两话一定是来自上天一点力。哦，啊，一点力是安怎？天清清，地灵灵，相对咱的灵嘛清的。那么这点灵符，咱的人叫啥？性力嘛，哦。啊，咱的性是本性，所以人之初性本性。那么这个性本质伫咱的心内底，咱的本心内底。那么咱的心就是本来是善良的，所以毋则互我拢感觉讲，为什么？咱要安怎学做好人，拢学袂好啊？为什么会讲有即种诶？即尔啊恶一个人讲，人好为着伊诶纵欲，吼，有法度共勒逼，后尾而且害一个家庭，所以呢，已经丧失了伊诶良心本性。哦，那么咱咱的人叫做性本性，若本质咱的心呢，本来性，本来良，本良。所以咱有良知甲良能，咱人为咱的心呢，本来是清净。所以其实咱食素食的，哦，亲像今日呢，阮江滩厝一个人客吼，过来阮遐啉茶，伊问互我，因为我即摆做茶童就对吼，阮江面部先敲电话，兄弟哦，等下啥物人要来啉，过来啉茶吼，互人来伫楼顶，本来咧看册，讲你走来泡茶，伊问我讲，互我今年几岁？我讲吼，阮甲阮江民宝吼，两个拢65岁啊。伊讲是真诶嘛？我讲因为头毛染，所以看会较少个。今日我若头毛拢莫染哦，你会讲我敢是80岁？所以讲人吼，本来是爱7分钟啊吼。真诶，你头毛若拢莫染，你头毛甲放我做白，像即王富平咧头毛遐白，你看伊几岁啊？人会讲你敢是阿伯啊？所以吼，伊看袂出来。当然，但是以咱的体能来讲啦，吼，咱的体力，甲咱的来讲，伊会讲哦，你看看，佫真少年呢。
就讲因为我食素食，哦，伊讲哦，安尼我来食素食较袂老，安尼食热啦。จะเท่คลิปเลย 好，这样可以了。哦，你给我看。所以而且我要了解，咱确实本来清净的本体，那么咱要如何显露于咱的言行举止？因此，咱即摆修行人，为什么要去度人，要去宣传道亲？要安怎度人宣传道亲？当然，道不方便，人人方道，一定是靠咱的会当依心习德。哦，所以呢，咱出去认真度迄个吴小姐的时阵，伊讲啊，我一早甲阮阿伯拢毋捌阿姆你，啊，你是拢去佗？吼，甲伊问足济呢。伊讲吼，啊，我著去泰国住过一间大佛堂，啊，伊厝过一间小佛堂。哦，所以呢，人杨涵祖嘛是功德无量啦，嘛是功德无量。所以伊甲伊熟悉，干嘛讲这杨大叔吼，心地足好，心地足好。所以呢，伊本来是想讲。伊可能是有哪有咧卖迄个啥物啊塔位吧，哦，啊伊想讲咱是囥二地，问咱出去有影看囥二地，啊因为迄阵咱杨兰祖佫甲讲吼，伊要捡因算因祖厝的爸母吧，啊所以这出去认真甲讲吼，因为伊后生羊的后生蛋的，哦，因为因迄个婆婆嫁两个嘛，啊所以嫁两个内底是毋是细蛋的囝孙甲生羊的囝孙，啊这个就比较麻烦。啊，所以就讲好袂要紧，我若迄个有问好咧，要迄个的时阵咧才讲。啊，因为伊就是迄个即杨坛主我甲伊讲即个塔位的问题。啊，但是杨坛主有可能无甲讲，我有可能后摆会等于囥入五心中，因为主持人迄个拜他要转来呢，第一件代志吼，就要去五心中看因老公啊吼。我讲吼，虽然讲阮伫泰国无做伙啊，有那无感情的，伊讲嘿。啊，无伊哪有迄个挽回期，所以讲咱人吼，修行学道重点一定爱安怎感恩、知恩、报恩，还要推恩。哦，所以而且呢，咱互咱了解讲，确实咱若无道心，不管有修行，伊吼拢一定爱有一点的即个道心。那么你有道心、有道念，相对的，咱的能量是正能量。哦，啊，当然咱就。种个气就佫无共款，哦，气就会无共款。所以呢，而且这是互我的体会啦，吼。所以呢，而且咱金刚经这一段咧讲祝菩萨心自于法，行布施如人就爱，啊，就是讲你着相，无达到三轮配方，吼，自于法布施即无所见。当然，这个就是负面的哦，以自法布施。为人虽然是做菩萨行，但是伊有自法的执着哦。那么安尼就佫无下甲三轮体讲，祝菩萨心不自无法，行布施如人有法，讲明照见种种色。其实伫咱不管是度人、宣传道亲，还是在行无意识的过程内底，咱拢莫有执着做哦。出来这件事情就不能做了后。咱就拢无执着的时阵呢，其实我们是明明白白，哦，人讲非常明白，你今日为虾米做这个代志？那么做了你就无执着啦。亲像咱妹咧甲我讲，哦，就是你规昨日早4点外出门吼，啊，到即还佫袂当转吼。我讲无咯，我偌欢喜的，因为吼，我下昼会当去看阮孙呢。我下昼去落江尾屿遐吼，看着阮阿乔，我三个孙仔偌古锥的，哦，啊啦，迄落下仔啊，之前仔载我来春季林那遐，我来春季林那遐本来要来找迄个张老师、张楚老师，迄个力争断义啦，啊，真无拄好联络着的时阵，讲伊要转去宜兰来，因妈妈96岁啊。讲轮着伊爱转去来帮我洗身躯，啊，所以呢，咱出一年，我紧甲讲，啊，我摕2叶衣，我来互你看转去宜兰，哦，啊，所以呢，而且嘛，伊嘛是咧结一个誓言，哦，因为阮本来想讲，安尼无就是要请伊去啉茶，大家互相，哦，结一个誓言，可是拄啊无拄好，但是迄阴暗摆阴暗点着互我去大套，因为互我要转来较方便，哦，啊，去大要落楼梯时。当着因查某囝，因查某囝叫做张啥，啊，主咱去厝，哦，真正水的啦，甲咱伫 FB 看着完全一模一样吼。
真的很长得蛮漂亮，而且很有能力的一个孩子，非常有礼貌。因为我叫出伊的名，我无叫出伊名，我讲你张老师的女儿吼，因为伊住啊2楼嘛，我住在台北1楼。啊，你这一年了来对伊问讲，啊，你们今天来4楼做什么？我说我们今天来4楼办道。伊讲哦，来办道哦。听懂不懂我搞不清楚，反正我或许就跟他说，我们来办道吼，按这样的讲寒暄一下了，伊阮就会爱入去。那么所以呢，而且咱嘛是种菩萨，咱种一个菩提经济论，后摆会使讲哦，原来4楼迄个阿姨，因为咱领认呢，真正人跟我讲，迄个北长足大。哦，咱早起上伊，我等于互伊，因为伊楼顶甲5楼拢订了啊，去楼骹迄个自助餐吼，啊全家拢订着啊。伊讲吼，啊先结一个线的，后边要住吼，就无问题。我讲吼，安尼非常好，用咱爱业的朋友吼，伊也结线的，所以行菩萨行就是安尼。啊，无自利法，无问讲啊，这第几楼叫我较好，第几楼叫我较好。伊讲全部拢总别项，对面的面包店。我甲讲，下早才甲讲了，讲认真，你若要互你腹肚较消的吼，毋通食芳。讲伊讲吼，因为我互我即个人感觉伊吼真正诶，啊，我讲自己认真，因为我起厝咧食炸弹，食一个炸弹，炸弹你有放下去无？迄内底敢有啥物酥啊，哪会酥呢？好吃，好吃，真的，我讲自己认真，你吃这个就是会胖。哦，啊伊到尾一条互我做点心诶，讲我去阮左边遐内叫人食，我老无咧讲，我较去转偌定啊，迄少年较不要紧，伊有咧运动啊。哦，啊所以我甲讲吼，自闭诶吼，你毋通去食胖，伊讲哈食胖啊，我讲食胖了，莫胖就是愈来愈胖。伊讲安尼哦，互我讲你后摆莫食，毋通为着要倒迄个倒无来吼，啊你食到真正吼是顿仔边个手包吼。伊是为着要导伊个，导迄个袂胖的，你倒也无来。所以我讲袂要紧，今日要来吼，后转就会来啊，吼，后转你去甲提醒一下，咱若拄好去才有点得伊就会来。所以讲，这拢是道心的言动，无自利法，无执着，无分别的即种的一视同仁吼。只要吼甲伊有缘的吼，伊就拢送去满头的文档，好搁兼广告吼。所以呢，而且也就是讲，自从无道心，暗行不见道，因为已经失道啦，伫你身躯绝对找唔着，而且呢，佫无光明，哦，佫无法度通去着咱家己吼的一种的光明面。其实咱若了分明，咱今日做工课，咱今日内心所记的是道心、人生的心，咱明明了、清清楚楚的时阵，咱就袂惊唔着咯，哦，就袂惊唔着咯，这是互项的。提出来，甲咱各位前面的来分享吼，因为今日算是真心用事第10，逐真修道人不见世间道，逐见他人非，自非却是者。伊讲，若是真正的修道人呢，无看到来世间的过失吼，着过与非。啊，若看到别人的即个过错呢？啊，自己呢，就伊就讲吼，自己呢就有过，那么就也就是错。那么当然而且呢，咱真正一个修道人呢，咱即个吴正雄电老师，迄讲阮上课，啊，即摆拢有伫澎湖的即个迄个，阮的研究的即个群组里面呢，逐工拢有一句话，拢有脑子道当写道德经啊，写伫个黑板啊。伊讲，修心是自性啊，吼。啊，立心是方法啊。自心就是根据咱修心，其实要修啥物，就是每一天5日3省5心，5日3省5身。哦，为人某不忠乎？与朋友交不信不传不习。逐工伊着时中拢爱伫遐做自我的反省，这是较实，这是较实。那么方法，你若逐工有咧反省，当然咱自然生意中行以外，你绝对有你的方法出来。哦，那有你的方法出来了，就咱受人尊敬。所以伫大乘菩萨的这特色内底，伊讲严以律己，宽以代志。啊，因为咱毋是，咱拢是严以迄个代志，然后宽，家己拢会找楼梯啦，吼，拢都有楼梯，而且有借口，会言过。那么伫遮伊。
甲咱自己的，所以呢，伫第3甲第13呢，拢是来修学的一个方法。伊才有甲咱讲，教咱安怎修，安怎修。到后壁14、15、16，才是来正果哦。伊后壁才是来伫啊正果的即个真理。所以为无得经讲，自修戒行不羁，必法意境相通。哦，咱家己修咱家己的戒律，而且呢，嘛是爱时时反省检讨着咱的行为、咱的言行，毋通来讲别人的毋对。人讲是非，就是是非咧。哦，讲是非就是是非，啊是非人莫甲听，其实自然有啦。啊，若你听吼，你当迄古古甲古古落吼，就看迄落迄啥物，对一个婴仔生安怎迄八卦吼，真正逐工拢食好好食，迄古古一个散起落吼，啊后壁迄婴仔生的迄个八卦。啊，伊真正要点落去看，你要看一部看袂了。哦，我曾经捌去甲看，是讲碰恰恰就看遐古意，啊是安怎会欠人钱课？我就甲点落去看卖啊。哦，因为咱较少咧看电视啊，毋知影人有啥物要甲伊讲，要甲伊迄落讨钱讨到哪破产。啊，原来伊就是想要安怎？要拍电影啊，拍电影无卖做诶时阵，就安怎？了，人讲会了一箍屎，是咱了啊，吐。哦，那么当然，伫这个咱今日真正爱修道人，哦，别人的过失见面思者，见不言类主性的语言内底，其实意境相通。因为那一个人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做，他有他的理由，哦，他有他的理由呢。你像迄个当甲马来西亚迄个学生仔，安尼甲迄个咱讲甲强奸了，搁甲勒毙，伊讲的绝对有伊的理由。啊，为啥物会安尼？当然就是伊的心已经破病啊，比人的感情较严重啊。哦，啊，伊毋知人伊的时阵来造成这大过失，社会的一个真的是大损失哦。你像咱咧市场本来吼，我感觉咱咧市场做哩非常的好，我若有即个吼，就讲批评甲讲吼，安尼管理了无好势哦。所以呢，有遮伊甲咱讲，只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哦。那么咱莫讲人的是非哦，啊了后呢，咱就当去体会了后，见面思者，见不言类主性的一念，而且互咱发现不见世间过哦。那么为要安怎不见世间过？以宽恕的心来包容一切。我拢感受讲吼，若一早吼无修行的时阵吼，互法师得理不饶人的一个人，一个伫工地上班，或许是得理不饶人的。迄个时阵，互我拢想讲，啊真正，人讲请查某嘛是遐请，但是即摆咱学道理了后，确实爱经过真理的熏陶了，咱了解讲，其实呢，也无咱的代志，对不对？而且呢，甲你也无关系的时阵呢，很容易就通过了。但是甲咱有关系的时阵呢，咱会安怎？真的就是要宽恕，哦，宽恕心来包容一切。啊，无逐个嘛拢有过去，但每一个人拢有咱过去的过失。哦，啊，有时啊，互我甲我江南厝咧讲话的时阵呢，伊讲好佳哉你即摆拢袂讲我的过去啊。哦，因为你若讲咱过去呢，开始学迄啥物，迄个我人个已经足臭啊，吼，愈学愈大坑，啊，愈老愈济，规气拢莫讲伊也慢慢啊好啊，对不对？所以要安怎莫讲，一定要以宽恕心来包容一切。相对伊教护法嘛是共款啊，伊讲，迄个伊若咧念护法的时阵吼，啊为啥物去遐济日？因为即摆伫台湾管是吼，伊食饭洗衫创啥，逐项拢做自在，伊有一个人咧甲管吼。啊，即摆人护法向甲讲，我要来台北，啊，但是等下转来，伊讲爱去遐久，啊是安怎爱去遐久，安尼啊？我讲啊，伊拜应啊，到要点倒啊，啊，互我去拄仔时间找租囝，啊拜应点倒，互我拜二遐转来啊。啊，转来时阵真正，就是阮兜的迄个洗衣机的衫拄仔一桶吼，洗碗池的碗拄仔一，因为伊知影我拜二要转来，我若礼拜遐转来已经洗了。啊，所以这边啊，这就是大家互相关怀、互相宽恕，因为伊拜伊做无用，伊拜比赛，拜伊超脚超一工，吼，超人家超一工，伊互我洗出一个面巾。所以伫遮就是讲，咱今日。夫妻之间都要以宽恕的心来包容一切，哦，
所以呢，互法嘛做欢喜心的，安尼定定伫遐慢慢说，赶紧人去新娘，因为我坐到新娘，坐到毛豆呢，差不多点半才会到，所以我坐到新娘，伊去新娘会咱知，咱嘛是爱欢喜心，等下赶紧去煮中昼啊，毋食看着看猪啊，哎哟，我哪无洗啊，哎，看着迄个衫洗衣，安尼一桶啦，较乖的洗，去啥物用要洗，开始煮饭来讲食。那么你这一年内底，咱来感觉讲，如果咱囝若无受用学到，迄敢会烧咩啊？哎哟，后尾卖迄若一早的学校嘛，就毋是安尼啊。所以大家互相包容，他会包容我学啊，因为伊若咧讲的时候，我就甲讲，你有你关的呢，你有伫迄个啥？啊，做迄个啥物啊？火车先去关咯，坐车先去关。阿主是爱去入座夫先去关，敢是伊搁规日头前的，所以若咧甲我讲的时候，我来讲即句，伊就拢点点嘛，伊就讲啊，感谢上天对人施慈悲，对不起。所以用即句足好诶，就是用这时间讲话，讲你规日头前你有入关的就点点嘛。所以而且呢，咱不见世间个，就见他人为主，为叫实证。伊甲你教就是讲，咱爱见贤思齐，见不言而类自性，这是咱修心一定是爱自性的感悟自性的感悟。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个，但自却为心，打除烦恼祸。这也袂使的。那么当然，伊即一个伊就是讲。他人有贵心迄个咱无贵心，我非自有个，咱有贵心的时阵呢，无对吗？如果咱若责怪别人有贵心，其实毋是咱的贵心，可是咱会去人责备，会去人责怪的时阵呢，就自有个。伊现在伫即一句的时阵啊，互我打看的时候，互我有一个感受就是讲，如果若是咱的囡仔的时阵咧如果像像阮阿母啊，86岁啊，伊咧食药啊，毋食药啊，互我若甲讲，安尼敢是有对？互我安尼想咧。可是而且讲的当然，无共款的角度，无共款的角度甲态度，所以呢，伊咧讲他非我不非，咱有贵心，不要把别人的过错怎样拿来惩罚自己，我来甲你责备呢，是有个。但是却回心怕除烦恼祸，你有法度人家自我调试、自我化解，自却这过错的心呢，你的烦恼就无啦。所以你真诶，咱互学甲咱分享讲，咱爱还是信灵用心就行，不将不言才是正确之法。别人过去咱看了后，就是拄则伊四条经差不多共款的这个意思就是讲叫咱爱见贤思齐，见不言类自性，家己自省。那么还是用心着行，咱圣人伊时时咧反省家己，就亲像咱心如明镜台，时时天佛是佛事家庭爱共款。那么其实你爱做五事，一定爱讲修。那么而且咱老子的无为，伊就讲贤驾五贤骑，不贤驾五益贤骑。是讲咱见贤思齐，看到咧咱袂晓，还是讲有啥物过失的，咱可能爱非常婉转来甲伊劝解，来甲伊教导，来甲伊指导，所以这是已经达到无为。那么济公上师讲，烦恼因修故因。因为你有烦恼，是因为咱心起作用，咱的心起作用，去分别，去妄想，去执着，才有烦恼。那么如果若无分别、妄想、执着，这个心呢，要太无烦恼。所以才会讲不劳分别处想，自然得到殊途。如果咱也无分别处想，无分别心，咱会当达到平等性义，心无病呢，自然呢。得财自心呢，你就袂有啥物烦恼。所以而且伊甲咱讲，咱会当包容别人呢，
咱会当包容别人的是非还是缺点的，就是呢平凡中的不平凡。这是咱的经师以内底写，讲原谅别人就是善待家己。那么心宽天地宽，安尼一个芝麻小事，你就看足大足大的，哦，那么当然呢，代志就会做大条。亲像好汉的，阮妹妹甲我弟弟迄天转来，啊，阮妈叫妈妈来，阮做伫遐泡茶。啊，即摆好汉就甲阮妈妈讲，伊妈妈即摆用啥物件是我上清楚，对毋对？哦，亲像好我今日哦，来去遐买物件，互我上清楚，啊，互我就甲讲吼，我主去甲我讲，恁妈妈吼，逐个知影吼，我拢伫遐等伊抹粉。妈妈逐工要来活动拢爱抹粉，86岁啊，拢爱抹粉的，比互我更爱水呢。哦，拢爱抹粉，爱伫遐等对毋对？爱等下伫遐甲扒，啊，出来伊就讲，我粉抹袂好诶，大牌还袂画好。伊讲，啊，你啊86岁啊，佮遐爱抹粉，啊画牌，佮点胭脂，安尼你是咧爱水？因为互发现妈妈，就细汉就甲我讲安怎，你拢知，食歹无人知，吼，啊出门就爱穿个整齐对啊。伊嘛是穿做水，伊就是一种习惯，爱穿个整齐，含迄衫拢爱配色的呢。哦，啊，即摆我就迄天就啉茶，我就甲讲，阿母啊。迄个吼，人阮迄个主哥，伊拢叫伊阿昌啊啦，人叫做阿祖啊，伊拢叫伊阿昌啊，就阿中啊啦吼。伊讲，我讲吼，人迄个阿中啊讲吼，你毋免逐个知影拄啊抹粉，啊无就爱较早起，啊抹粉嘛毋通抹到遐济啊，迄个口罩拢规个个甲拢粉对啊。讲母啊，后间毋免抹甲较厚，啊无嘛。迄个无抹粉嘛了紧，因为你老人，你本来你86岁，亲像你遮水个、遮少年的足少的，甲看外你版你上少年。啊，即摆伊就讲，我讲吼，啊，佫会当毋免遐济费用，因为伊半足高，我常常甲伊买一条，迄资生堂的一条，佫我用资生堂的吼，啊一条粉条，互伊多无几工。啊，一条600吼，啊，你拢知影吼，伊当下的动作是啥物？你拢知？哎，我拢惊一条，阮看会使中小个啊，我坐个头前，我也无开着你的钱啊，哎，开我家己的钱是袂使的，我弟弟逐人惊着，含阮小妹仔拢惊着。我你好胆哦，你敢甲阮姐啊当倒啊？伊若对今日开始拢无爱插伊吼，你着知惨啊呢。伊讲我是安尼的动作尔，我也无安怎啊。我母啊，若像你即个动作吼，我看吼，即世人我当然你敢甲我当倒啊呢？迄落我嫁遮米薄，即我遮久我阁毋捌互伊当倒啊，佫伊讲哦，真正当倒。哦，一开始我没事，我就煮饭啊，我讲好啦，你莫生气啦，啊，你尽量抹啦，看你要怎抹啦，迄落迄种吼，你摕几万箍仔来，囥到我落地啊，抹了我随来买啊。即摆伊就我讲我无爱插你啊，你家己反省者，反正若拄当倒啊敢对，啊我就去煮菜，哦，我就人我要煮菜，我妹时就开始甲劝解啦。即摆我煮熟来吼，哦，伊就甲我看咧，伊偌紧张咧，伊就讲啊，所以你敢有咧生气啊？我讲母啊，我敢甲你生气？你若阮妹厝若是火伊吼，我可能叫伊吼。伫遐面壁啊，伫遐跪啊，你拢知影？我有敢甲你生气？你老人就亲像囡仔，哦，啊，无啥物代志，所以你从今以后爱听我的，你知毋知？我讲你从今以后咧听我的，你80岁袂像囡仔爱听我的。伊讲好啦，你莫生气，我会听你的。哦，所以，互我感受讲，烦恼因心故因。今日我若像啊，因为我母啊，我当这倒啊，我生气。安尼，阮两个某囝，毋是伊惨，是我嘛做惨，我会足艰苦的。咱今日修道是咧修啥？修孝道是第一个，对毋对？今日你若修我即个孝道，毋免甲人修啊，哦。然后出去讲，我甲阮祖囝当倒啊，伊就有惨我安怎？啊，咱就免修啊。啊，所以互我甲讲无，我绝对袂生气。妈妈你毋通无白相，但是你后生爱听我的。你若要播，你较早的，茫茫人迄落。主哥吼，你讲叫阿中啊，谁在遐等你啦？你已经咧甲我抗议啊，讲你母啊吼，拢足慢的，哦，啊，所以伫这呢，不劳分别取向，自然得到心，是不是？道化家人的言论，所以我感受讲，他非我不非，我非自由个，哦，今日伊转倒啊，这是拄对的动作，哦，
亲像伊刚来日照嘛是，敢若因为赵老师甲载迄个咧甲宝宝摸摸吼，载迄个陈太太去敲骹吼，讲去敲骨还是安怎？赵老师有哪去？哪生气呢？有哪听讲有哪转倒啊呢？好，互我转去啦，讲我今日转倒啊，我你今日困转倒啊，这是天大地大代志啊，到底是安怎？互我讲伊敲电话给朱哥，讲朱哥，惊我母是安怎？发生啥物代志？听讲伊转倒啊，拄拄仔。伊讲吼，无啦，当迄落迄陈太伊咧教赵老师咧教宝宝摸摸啦，赵迄个陈太来吼，就叫伊载去中央，咱中央迄啥物位遐跳舞啦。伊就讲吼，咱怎样用教一寡老师当啊学会对啊，阮这17个是要安怎哦？所以即个因缘拢无毋对哦，我讲妈妈拢无毋对，毋对是你迄有哩啊讲你若跟说说，伊安好，即摆毋知学着啥物动作拢来对啊，哦，够恐怖的啊！我母啊，你真正哦，你是看官去，啊，无是安怎会转倒啊？我讲从今以后吼，我若去知你转倒啊吼，我看你着真正爱看要去佛堂吼，遐跪到边仔要拜几千个，毋通安尼吼，拢无改。伊讲我后盖毋敢，吼，甲像囡仔会叫毋敢，真正伊讲我后盖毋敢。说真的，咱今日若无修道，袂无囝就是真正会发生冲突，吼，发生冲突。所以呢，伫遮咱各家咱拢有修，有咧学习，所以呢，拢总无代志，拢总无代志，所以嘛无啥物烦恼。若阵个互我真正以为安怎莫吵我母啊，我母啊是烦恼比我较忝的啦，因为我上近嘛，伊啥物代志拢爱随我，哦，所以呢，伫遮互咱学习着讲，哦。要安怎拍除咱的烦恼呢？伊是在咱的心啊，在咱的心如何去甲处下？再是真爱不是关心，长伸两腿卧，两脚卧，我来拍两腿卧。两脚卧，安尼我拍对啊，对不起，我有注意看。脚。我印出来嘛，两腿卧，你可能互我写毋对，互我看毋对。那么伫遮呢，咱三组甲咱讲，记得有人，伊是咧修道，无啥物困难。危险什么？拣择。这个拣择就是咱情路喜爱。那么有情路有喜爱，就有对待。如果若有对待呢，就无下道理啊，就无下道，就无下道。那么伊。遮个来咧讲，咱如果吼，迄个较平心静气吼，毋是遐简单。所以咱在办道时阵，平心静气贵天理足，平心静气贵天独表。这个平心静气，平心静气已经吼心足病，无情路，无喜爱。情路甲喜爱，拢甲咱即个本身无关系，其实拢甲色心有关系。若甲咱色心有关系吼，暗时仔要困就艰苦啊。因为咱会绝对困袂去，迄个人为什么咧甲我怨讲？迄个人为什么咧讲我安尼明明我都无安尼，为什么要安尼讲？迄个时阵就真正袂困起来。咱若拢莫甲管理咱的这个本性，咱的色心莫起作用，其实是逐工拢做好困是逐工拢做好困所以呢，护法我感觉讲，护法最近拢有咧调试调试。我讲平时呢，甲互我讲，互我压力之大安尼留做济，一句话互我体，互我紧体非常大。所以护法真正因为护法毋是执着掉，护法就是要求我家己，我压力可能爱家己放松这情绪的调试。因为阿母嘛甲我讲伊讲所以只要我讲，办道归办道压力嘛上大。因为伊毋知是会看还是安怎，我是无清楚啦伊就甲我安尼讲，健康第一，无健康啥物拢毋免做，这个互我会当体会那么当然，这也就是咱心中还佫有咱的分别执着妄想，互我今日才会有执着，才会有压力。如果咱若平常心人讲有道有来办，无道有爱尽切去，就爱来尽切，想办法就爱要安怎。人讲要安怎度化众生，这想办法要安怎行功立德，要安怎培德，这拢爱想办法去做，但是不要有压力，尽心就好。像咱迄个阿咪讲的，修道修心，办得尽心。
真正讲了有够妙的哦，讲到吼我坐伫遐拢毋甘去厕所，所以呢，真正呢，互我体会也是，即首句甲咱讲，心中有事世间小，心中若无事意川宽。咱互我即个去刺青遐，讲刺青哦，啊你眠床足好困的呢，这一台爱甲我偌济钱，因为互我所以阮洪子贤迄间迄单人床，啊伊讲妈妈迄无偌贵啊，啊我甲迄个贵头时啊股份因后生买，迄个严先生啊，哦，啊伊讲伊去甲买眠床的时阵哦，严先生就甲介绍，即块70万，即块50万，即块50万啦吼。啊，伊讲吼，啊，迄个洪先生，啊，你想要买对一块？伊讲无呢，我预估10万，啊，要买4块眠床，有预估啊，啊，伊讲啊，70万的是要安怎困？伊讲70万嘛是倒来甲困啦吼，啊，我就甲姐姐讲，啊，若如果70万倒来困袂去，迄台70万敢有啥物作用啊？伊讲妈妈有影，所以我去我就甲讲，我预估10万。10万买4块眠床，搁一块床头。伊讲吼，安尼你若有意估吼，我就会当甲你介绍，而且咧绝对甲你拍者，吼，你10万，你开10万吼，互你有够值回票价，你就感觉，哦，真正足好困的。我甲阮遮好一千讲，你敢会当甲妈妈买一块转来？哦，阮兜第7000几块，7500，互我印象30当前买7500，困甲即，互我过30年，应该值回票价吼。啊，真正咱兜困的吼，加一张啊，啊，人伊困的吼，迄独立床的吼，安尼困落吼，就是真正足好困的。伊讲吼，迄块70万的是安怎了知？拢无钱啊。你想要70万的，拢倒落水困。啊，就是会安尼啊，就是会当70万倒水困去，安尼较有简单。啊，若70万倒来无水困去吼，比我7000较无简单。啊，所以呢，真正我较互咱了解，迄叫做情路喜爱，哦，分别情路喜爱。你若有分别这个因缘的，你就真正哦，无法度依传法。哦，啊，你若心中无事，哦，忝倒来开始困，我亲像互我迄间困。李明因兜的新娘房吼，迄新娘房的眠床吼，迄门里啊红光光，迄落行拢还袂拆红纸呢。我讲李明，啊，我也敢甲恁困这新娘门床，新郎甲新娘拢还袂困到迄块眠床呢。伊讲要紧啦，我拢困过啊啦，啊，伊就嘛困过啊，伊讲你困啊，我讲哦，啊，迄行迄红纸拢无拆，安尼迄落我敢会使困？伊讲要紧，因为吼。听讲吼，迄落结婚你一工饭店送一间迄落啥物洞房吼，啊来加工就去国啊，啊所以拢无倒来厝困着伊个新娘。啊，迄病嘛真正足好困的，因为互我忝嘛，迄就是真正迄忝嘛，伊转到已经11点送大姐，等于搁送咱凤春等的吼，已经转去到。已经11点，啊，所以呢，说讲袂忝，有哪会忝嘛吼？啊，咱人吼，这食五谷的真正是会忝，啊，所以我就倒来困啊，困甲会知啊。你毋讲，电老师，你敢有关门啊？才几点咧？但我无，我像咱三个睡到自然醒吼，啊，白下较准备转来，所以阮有可能困到要7点半，吼，啊，所以呢，坐9点咧，转来到厝12点半，所以呢，而且互咱了解。才能够长生两脚卧，拍谁啊？好，对不起。13，用力化他人，主事有方便，不令必有疑，自起主心观。我当然，伊即个意思就是讲，咱若想要呢，人讲劝解别人，有时啊，人讲啊，做迄句啊，做啥？高骨来囥啥？吼对，就是即句俗语吼。人讲咱家己拢无办法，咱度化家己自心的众生，无家己拢无办法，咱度化家己自心的众生，脾气毛病，要如何去感化别人？吼，文令必有义。若讲哇，啊，我若甲你去佛堂修行学道，若像恁安尼要安怎？
哦，亲像咱即个邱总啊，伊就讲，这妈妈，我迄个组长吼，伊讲班长啊，我讲毋是迄个是组长，杨组长，伊就要甲伊招去迄个啥菩提心会班，啊，伊就甲我讲，伊甲我拍一个菩提心会班，我毋知影啥物叫做菩提心会班。啊，当求倒呢，伊也捌菩提心会班，安尼就真正袂晓捌啊。我甲讲，我甲伊解说，哦，菩提心会班就是菩提就是咱个角色，哦，啊，心会班就是讲啊，要如何找着咱即粒心，啊，你求倒找着本来我，但是呢，你有即个假我的时阵，哦，伊是为晋江过来嘛，哦，啊，所以伊伫即传统文化，伊绝对拢无基础，哦，拢无基础，啊，伊就甲我讲，伊要招去。入即个班，敢好？我讲非常的好，哦，因为你求倒找着本来我了后，你爱知影讲，你听道理了，你爱知讲原来本来我负责啥物，负责偌济德性，要应用伫你的家庭也好，应用伫你的事业也好，运用伫你所有的这人事物来讲，拢非常的好。因为伊嘛看到咱的能量啊，伊嘛感觉讲哦，这妈妈你真的很有正能量，你拢讲好，拢无咧讲歹。我讲啊，本来咱修行的只有正能量，你若要散播负能量哦，就免修啊，就免学习啊。我就讲吼，安尼我知影啊。我讲吼，你一定去参加以前咱的菩提心会班，我就用咧菩提心会班的相片来看，煮一道啊边仔围一支人的迄条相片，讲哦，啊真有见哦，啊煮真好哦。我讲嘿，这素食的好处就是安尼，你看遮济人。所以咱有时啊，烧迄相片的，我袂歹咧，咱会用迄相片吼，互迄先着先看者，讲，哦，安尼遮济人啦，啊，迄个煮遮好哦，讲有时啊有教煮遮，哦，啊有时啊有才艺，搁有啥插花煮遮，哦，啊搁有啥，小点心。即摆批点心是我无伊个下晡时啊有，会当互恁谈心的啊，包括啉咖啡的。座谈。够咖啡，咖啡啊，对对，我哩要啉做哦，是啊，小点心。我知影佫有小点心啊，佫有豆干啦，有啥啦，吼，迄个秀琴讲师吼，讲主编的，我就安尼甲伊讲，伊讲好安尼要去。那11月份到底第3个礼拜？没有11月份没有。我搁来讲11月15，因为11月要去昆大。11月22号去昆大呢，啊15号嘞。15号无啊。我讲第3个礼拜，咱的菩提心会班敢若也无秀伫咱的计划表哦。有啊。有吗？系啊。无啊，免你。因为菩提心会班拢无较无咧考虑，所以就去做拢。是啊。啊，所以安尼互我可能爱招伊礼拜来。我讲安尼礼拜讲啥物啊？倒会准备吗？礼拜第五啥物啊？素其味而行哦。安尼，敢会小心？袂呢。哦，我今曾连任讲个迄个道理足深的，伊拢讲足深的道理，要紧，互我请伊来好啦。互我请伊礼拜，伊讲要来上班。那么今日咱圣灵堂讲，道不方人，人灵方道，记日日伊咱代志，令众生看袂开悟，离苦得乐。所以呢，咱为什么爱学讲书？因为讲书是真正足重要的，毋是互别人离苦得乐，是互咱家己离苦得乐。你家己若有法度看袂开悟，离苦得乐，就有法度互咱的有缘兄弟姊妹看袂开悟，离苦得乐。确实，咱离苦得乐。你今日若无研究真理，咱若无学讲书，所以互我嘛感恩着咱。说真的有压力，要叫我来学习这个做大点有压力啦。哦，迄阿田组长吼，逐不时咧打电话，叫妈妈经理啊，这邱山田先生吼，啊咱启会班拢拄着伊要去爬山，啊袂当宣传要安怎？王组长暂时按下问啊，才去讲，叫妈妈来看资料吼，啊等下做煮饭。啊，所以呢，咱明仔载较讲啊，哦，所以阮这个组长有够精进的啦，但不是咱多一个新的，就烦恼这个要安怎宣传。啊，因为这是我爬山是师，所以就是这个时间，咱咧开班就是因咧爬山，
所以秋山田啊，秋山田吼，文林跟那个秋山田，伊就是爬山熟识，咱阿婷呢导伊来求道。啊，但是呢，伊即阵伫无名利的时阵，伊会选啥物选爬山，对不对？伊无可能选讲我来听班啊。啊，伊无听这新庄班是生做安怎？那么伫遮来，互我甲讲不要紧，等会较熟悉的，啊，咱来引导做因儿子是博士呢，敢做医生哦，啊，搁是负责做老师。咱太太讲十几年前就离开伊啊，所以拢走出去，伊讲健康上重要哦。所以邱先生呢，其实伊嘛真有意义，而且真明理。那么咱啊，田组长来导呢，伊真正家己来，本来讲我是要来啉茶尔，啊，所以我怕就早好茶要来甲伊啉茶，结果无啉茶，真正随求道哦，啊，所以嘛真有佛缘啦，啊，所以就来求道了，听三宝了，啊，就讲伊要转去迄间十五，伊啊提早转去念香烧香，所以袂当伫遮啉茶，啊，互法就甲提早倒转去啦吼。我讲安尼啉蛇的，较少伫咱遮啉茶。所以呢，伫遮咱要用啥物方法？咱讲，不用奇迹吼，要用啥物方法度咱语言兄弟姊妹？用啥物方法成全着咱的道亲？亲像咱即个王金旺先生啊，因为阮拢甲讲吼，啊你遐带出侪外劳的吼，因为伊是有啥伊会带泰国某，迄个王金旺伊会带泰国的太太带咱古老遐一个去诉求呢，啊，去遐带一个苦老的太太，等下伫咱台湾，因为伊就是咧做外劳的中介，因为互凤春交伊讲，啊，凤春交伊讲了，就了解讲啊，伊原来伊是咧做中介，啊，所以有咧管这外劳，因太太可能伫遐咧煮饭互遐外劳食，啊，所以即个因缘呢，互法就甲咱出钱认真讲，啊，无甲咱请咱吼代价工人倒来度遐个人。因为即个王金旺甲伊有熟悉，毋知影拜拜的好处要安怎讲，啊，咱言语袂通，咱嘛袂晓讲，哦，啊，咱讲也要互因太太翻译，因太太佫听无啥咱的国语，啊，所以伫即个因缘内底，互我只好咱准时恁嘛甲互我讲，若有要到泰国的吼，你着爱甲我叫转去，哦，啊，所以呢，拜甲请伊转来，请伊转来，了啊过迄个啥物，毋是过春啦，吼，拢叫过春。凤春呢，伊讲安尼伊嘛要转来，伊拄仔要咱去任何来找美景领证，啊，因为呢，咱去营呢就约7点，要请迄个阿旺前线来阮兜甲阮载阮去鲜花到泰国的道亲，啊，所以嘛，依据上天慈悲呢，互咱会当顺利吼，甲迄28个道亲，迄28个泰国的吼，拢导来树立纪念，来当将受咱拢会有对。所以讲，这个是伫遮用办法、用方法、想方法安排。那么安排，若上天甲咱挂转一下，咱就会当顺利。如果你若拢无安排，啊，就无机会。咱王经理常来讲，没有投篮你就没有机会。啊，所以伫遮也是讲，咱其实咱每一个培养的弟子，拢有这个使命。无心度化家己的自身的众生，脾气毛病，显落伫咱的年龄机制内底，要去度别人是有困难，因为咱敢怀疑啊，啊，逐个人去活动啊，像恁安尼要，像你安尼即个有计较啊，倒来遐个烧麦啊，甲恁大家新妇遐个烧麦，安尼无法度见到道的事实，啊，如果若会当的，就是自信观。就是咱自性显露出来的这个道貌，所以讲，非常的这个事实，倒在自心，法在自性。所以今年说法在显法，因为显就是咱的关系。啊，咱关系，咱敢有听咱迄个电老师甲咱主编的这个显观一条，啊，观就是关卡，咱出境。色心，你若道心理心的出入的这个关卡，所以说法在切关，因为你的法，你的心法，所以讲第二宝，这5义真经是咱修心的方法，才叫做法宝。那么若法经就是咱一心习得，咱学堂就是咱一心习得。
啊，道在自身，所以三宝拢伫一句话内底啦。三宝生活，道在自身。咱本来就有道，啊，搁去外口找道，哦，啊，就往用讲啊。啊，而且咧，咱今日求道、修道，在伫信解明一个因缘内底，咱一定爱信修奉行。所以咱是信愿行正，伫咱白羊地主呢，咱求道就入了实内外。所以咱有信心了后，咱搁入了外。啊，要如何去行持？你行持到你刚讲有啥物成就？众生因咱而得救，咱因众生而成就。你的成就是到底家己上解了解。毋是别人甲咱讲啊你无成就，还是讲你成就足好个，这叫做你的成就，是家己内心而且体证，才是你家己的成就。而且爱为人演说，你个演王看呢，会晓讲爱会晓演呢，毋是像迄个演三国演义，还是咧演戏互人看的。迄伫咧戏边顶哭甲层着，等下就是笑甲笑哈哈，迄是叫做演戏。啊，若咱今日求道了后，知影道的事情了后，咱来演说，以身示道，而且还佫会晓。若佫会当讲互人了解，这是人叫做福慧享受，会当以身试道。所以呢，而且互咱了解着讲用理化他人，自私有方便。毋是干那只好讲尔呢，讲一套你互别人做，迄是毋是自性恋毋是自性恋。但是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界，离世的菩提，他如求托界。心先本是凡人者，只怕凡人心不坚。那么伊甲咱讲佛法在世间，佛法本来就是在世间法内底，但是在世法是，互咱产生愈侪烦恼，就爱逐工出世，正见出世法。那么而且伊叫咱不离世間界，佛法在世間。咱伫佛法，咱若咧讲三宝的时阵，对青阳、黄阳讲到白阳，青阳的时阵，单将拜佛接受较降高级，而且到深山古洞，离开即个环境，去深山古洞遐修行自修，啊无独善其身，也袂当兼善天下。若到红阳期，离甲抛家弃子，去到庙寺修行，做和尚甲尼姑。那么当然一定是较好修，可是咱即摆毋是啊，咱即摆真正是在佛法在世间，所有的要求共通悲欢顺境，每一个人拢会拄着。顺境逆境，每一个人拢会拄着，毋是咱拄着拢顺境，别人拄着拢逆境，还是讲咱拄着拢逆境，别人拄着拢顺境，绝对无可能有即个情形，因为每一个人拢有因缘果报。咱今日修行佛法一个深深的体会，人讲一个修行人若无明因果，你绝对修袂到。因为呢，修行会比别人、比普通世间人较无方便。亲像咱食就比咱较无方便，生活比咱较无方便。种种食衣住行拢比咱较无方便。因缘内底，你要如何出污泥而不染？所以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界。因此呢，咱培养修持儒家英文的因缘内底，咱有法度真正来成就，但是无简单。所以伊甲咱讲，离世要变菩提，他如求托界。你离开这个世间，要去找菩提，要去找你的觉醒，就是像迄求托界。因为佛法一直还未学这个时阵呢，阮遮单纯迄阵真正，人讲迄阵还在谈恋爱，我摕出来八卦，摕出来甲恁做开玩笑，我遮咱做伊来讲话有时仔做幽默伊咧，迄阵来食，咱去食外省啊味有无？是毋是拢会切多菜？伊就甲我讲虽然你敢要食土仔甲，你嘛迄个啥土，咱拢有咧切猪头皮有无？你可能袂较早食素食拢无食这物件我去食迄个啥物外省啊味拢会切卤菜伊就讲甲迄头家讲我要食土仔甲。迄个头家讲较有济，土仔较有甲。
较深嘛吼，啊读着即句了吼，原来吼，拢去共讲迄个人无的，所以而且伊就是讲，你离世你伫菩提，就亲像咧求托共款，伊的意思就是讲吼，我们是背道而驰的，吼，背道而驰。那么当然，这就是讲，德不冤人，人之为德，而冤人不可以为德。那么当然，这个在座的讲师大家拢知影这个意思，也是讲其实德在自心，啊，但是咱拢为着要找德，哦，啊离开咱自心，离开咱家己，啊，咱去外口伫咧找，哦，研究讲我一定爱读到312部经典哦，才知影佛法，啊，才知影道理对，其实是在咱自心当中。迄毋是真德，不可以为德。其实修心就是自性的功夫尔，啊修道嘛是自性的功夫尔。哦，你也当亲像咱伫形容品啊，佛法对即句吼，因阮即个日朋友上课吼，对即句特别有印象。逆欲翻脚，必见逆病。你若家己会当做讲翻脚翻到咱的心关处，其实所有的现象拢在咱的现观。所以修道在内观，那么而且呢，伊讲你咧外口找一堆找，那么古早人佫甲咱讲，竟然无好歹，好歹起伊心。即种我拄则比喻的，即张门床，阮30年前买7000，互我印象最深的，甲今人买70万的，功能共款。吼，啊你若要以咱的药物享受，当然无共款。哦，咱袂当讲7万的甲70万的共款的。阮黄志清讲，慢慢讲道理爱注意哦，袂使讲700万的甲迄70万的名称共款，是完全无共款的结构，只是在你的心如何去甲处下。所以我们才讲，经验无好歹，好歹处起伊心。那么即间厝咱讲的咱为人大，像咱来去访亲有无？为人，迄厝虽然无做好，可是人和乐融融的一家人。啊，迄是无快乐的。哦，啊，你若看像咱咧看王爷的迄块影片，断臂刀王迄块影片，内底拢黄金的，哦。啊，你看伊即阵咱住会着，住袂着，普通哦，迄种头拢挂落咧，挂落咧享受。哦，啊，所以呢，咱若会当熄掉咱妄情的作用，伤就是真心。哦，咱这人讲话讲吼，妄念啊。啊，妄情啊，就是咱的心起作用的这个物件，色心起作用的这个物件，拢是有分别的哦。啊，如果你若讲真心起作用，其实无好歹，哦，无好歹，无衰歹。所以咱才讲，啊，烦恼即菩提，菩提即烦恼。你用即个黄金去做，有手指啊，有金链啊，有手环，哦。啊，你结果你讲这金手指啊，迄落。手指啊，手环甲金链啊，即三个毋是黄金，啊规条迄才是黄金，啊你等于就是舍本逐末。所以才讲烦恼，你有烦恼的时阵，你的菩提智慧才会显现。因为你如果若今日有智慧，你就迎刃而解你所有拄着困难。哦，所以烦恼即菩提，啊菩提即烦恼。甲咱讲的，咱佛法前礼拜真简讲即个往来，还是讲即个文旦也好啦，像咱理性在遐尔济朋友，伊即阵互咱食的是啥？甜蜜蜜的，对毋对？甜干慢落来，迄干慢落来，伊就会讲，哦，等一下，我小可消水的吼。啊，往来干慢落是酸溜溜的，但是经过几日啊，消水风吹日晒消水了，往来身躯变做甜的。那么当然就是业质无变，可是又经过一个过程，所以咱今日佛法在世间，就是你一定要有即个世间内底觉醒、觉悟、体证，你今日才知影讲哦，原来佛法是会当用世间，菩提嘛是世间。哦，所以而且这是佛法甲咱分享，所以册佫谈你讲出世之道，即在立世哦之中，不必全人以得世。了心之功，即在尽心之类，哦，不必绝欲以为心啊。人讲目睭是要看物件的，啊，你讲看，叫咱看着人，咱以早常咧比喻，讲看着迄个花车表演，听讲咱礼拜吼，阮请看主导，我讲礼拜咱重要
我无伫个，护法拄无伫个，护法上惊放炮吼，因为阮住伫咧路边吼，每人放炮真正有时啊，阮兜拢有震动啊，遐放大门的吼啊，我咧，迄个头仔问我同伊破迄个感觉，啊所以呢，伊讲啊讲，哦，迄真正有够老这个伊人客吼，也讲毋捌伫人家里来，我袂当出来，哦，我甲讲，要甲查某无伫个吼，我就要甲讲串串来。那么伫即个时阵，咱目睭看伊叫伊老热，啊，有啥物人比伊厝外去看？为啥物有的人总来到遮要看？真正呢，有的人做爱看人即个呢，哦，放屁吼，啊，偌远倒来，啊，但是咱只是伫迄厝里门开的厝里就怪，咱无想要出去看，无放屁的心。所以呢，咱讲，但是呢，你慢慢转入，慢慢的转入伊倒势，只要你若无兴趣，你莫去看就好。啊，你若有兴趣，你嘛是会当去看，你莫执着就好啦。哦，莫执着就好啦。啊，迄花车表演，人迄庙里面人安怎咧跳嘛，伊的代志。哦，啊若咱莫去执着，你要讲目睭起袂拢莫通看，啊还有可能目睭会当看，但是莫执着，莫去互引着，甲咱去买衫共款。哦，你会当买一件200块来穿就好啊，莫去买一件200，去互引着，2万的去互引着。所以了心之讲，即在尽心之内，哦，不必绝对以回心。就是讲，你毋免讲哦，啊，我一定爱啊，像像陶氏安尼、碧氏安尼讲，啊，我来青山古道，还是来即马到像王阳期安尼来庙寺修炼，有哪有迄种的？迄比较好修。哦，因为阮厝边有一个讲奇怪啊，阮迄阿姨迄祖囝讲奇怪，我迄逐日拢本来读册拢逐工头到逐礼拜上册拢还有看，即摆拢无看到迄个祖囡仔，我就甲问啊。啊，因为第一个祖囝水的，大学毕业的时阵，怎啊无伊啦？我讲啊，因你家是嫁祖囝，我哪毋知？细汉啊，伊讲无啦，哪有嫁祖囝？咱嫁即个大汉的尔，哪有嫁祖囝？我啊无恁迄个祖，因为我嘛毋知伊啥物名，但是逐工读册对我哪拢会甲我拍出来，我拢会叫我阿姆。我从来拢无看到即个祖囡仔，哦，啊伊甲互我讲，伊出家哦，宗台禅师出家。我讲哦，恭喜呢！你会当生一个吼修行囝，你会当真正放弃一切荣华富贵吼去出家。伊讲嘿啊，啊你去读册哦，啊甲同学去啊，两个同学，伊甲同学拢去啦，拢出家啦。哦，啊甲你恭喜啦！因为吼啊，因伊嘛是食素吼，因为伊是因个福智的，伊是福智啊，所以因兜嘛食素食的。啊，所以呢，伫遮呢，我才敢想讲，迄叫做吼。会咱去宗台禅师修哦，毋知会较清净，免像咱遮忝嘞。咱是较侪干扰啦吼。其实你若有法度真正去甲做一个调试，互我感受讲吼，在家修无啥物困难，搁愈幸福，真像互我搁会当含饴弄孙，对不对？你若去做宗台禅师，你孙仔定是要去做你啊。所以呢，真正互我感受，师母老大人甲咱讲的道化家，是咱培养修道师最大的福报。互我深深的体会，真正。啊，所以呢，咱迄个小组呢，今日带因一个，讲啊做戴老师，哦，伊甲我讲吼，叫妈妈，我也是发一崇德单位后，其实就求道法好过来，10几当前就求道吼，啊，互我甲讲好，啊，你是毋是听小组讲吼，伊来遮拜拜求道，伊讲嘿啊好，伊甲我讲来遮求道，佮传祖囝来，安怎偌好，拄偌好，哦，啊，阮江妈妈是点传师哦，啊，所以因为伊咧做这健康事业，他也是有接触到我们这些道场的人，哦。那么来讲的这因缘内底，伊讲吼，真正无简单。咱这医院道亲，就是拢道化家庭，我说没错。咱就伊迄就是迄个嘉义老杨那个什么放坏书的头家吼，啊，伊敢若是第2号生，伊无做伊即马拢因为因太太，伊甲今日互我分享就是讲，因太太呢着卵巢瘤，哦，啊人甲介绍食这3片料好害，医生啊讲哦，因为呢，其实做食品，伊讲暴利啦，暴利，啊所以伊讲哦，因太太这叫做因果啦，吼，啊互我甲讲自卑啦，嘛不一定是安尼啦，哦，啊所以伫这因缘了，因为伊人甲介绍食，
嘛食啥物就食即种，我咧食钙片这药啊，嘛啥物产品了后有好诶，所以伊做小人太太，我看伊我着10点半11点伊咧看时钟，迄小组就甲讲戴老师，你敢是要转陪恁太太食饭啊？伊讲嘿嘿对，我12点以前一定爱转来到阮兜陪阮太太食饭，无阮太太伊会食饭，所以呢，伫即个医院内底，互我感受讲，会当道化家庭，咱是甲咱赞叹的，伊就是赞叹咱一贯的热情拢道化家庭，而且佫每一个人拢会当勉励，咱就看到咱的正能量。所以讲出世之道，即在立世之中。咱的道化家庭，互别人，莫讲其他的宗教啦，就是咱看到有咧接受的人，看咱的道化家庭迄种的正能量，我们就值得，我们就值得。所以呢，这是咱互我建议呢，即个戴老师呢，甲互我分享，所以伊嘛感动的对咱伊甲互我讲，伊10几年前就求道啊，我无甲注意我伊坚持求道，但是伊爬叫求道卡，互我讲自发从的单位的。伊讲伊嘛，全家拢有求道，因为伊讲因兜大部分拢有心脏病，即个家庭病史，因为伊看较重，所以伊知影甲事业拢放阮哥哥，伊无咧做啦，伊无咧做，因为伊太太身体无好，所以伊大部分拢咧功课，伊即摆对你就是一个讲师，是迄间健康食品公司内底的讲师，伊就甲我讲，江妈妈你救心灵的。我是救健康的，对，你救健康，我救心灵的。那么正见明出世，写见明世间，写正真打曲，菩提成圆见。正见明出世，就是无老的福德性，可以了脱生死的。一般咱有讲正见，正思维，正思正理，八正的内底。那么而且就是出世法，所以八正道是不管啥物宗教，拢有研究八正道。那么当然，咱只要研究到八正道，有时当会当度善医心呀。要当到点善天伊就爱个行六道万缘。那么如果咱会个行六道万缘，咱就互我达到无老的福德性，才会当真正。功德圆满了脱生死。若写见就是，毋是讲咱有做法的见解，也是安怎？互我感受讲，只要是较自私自利的，就经世间法，就是讲有人，是讲像咱咧好野人啦，人真正过一世有受福报来，有普桥做落来，就是有福报。你看，偏偏做啥物头路，为什么逐个人为做的就是会大趁钱，咱做就是会趁钱，这他是有福报的，但是搁伫即个轮回六道轮回内底，我都人了脱生死轮回，这是咱今日当修行术一指见性成佛，而且修行即个所在，就是像咱讲迄个，敢是谢律师吧，伊求两解，伊嘛毋知影用良田标文的事情面对。伊问讲这写名是要创啥？你明白讲你不是求2次，伊毋知影用良田标文的事情，因为当我家己咧求道的时阵呢，是安尼，人个人讲懵懵渺渺的，第一次求道就算是安尼懵懵渺渺。互我若回想，互我63年求道的时阵，民国63年求道时候，译文，伊一知不觉。但是即摆咱了解，我著甲讲，迄叫良田标文，是写着你的正名正姓，请三官地内底甲咱地府救命天道挂号。伊讲为虾米？恁敢知影有无啦？律师他是律师律师会不会打破砂锅问到底？我著甲讲过去的前辈者，信任师傅甲真拢安尼讲。你若比你眼你就看会到，尧舜禹三官大帝，就会倒来甲迄种标文摕去。如果咱毋是阴阳眼，咱看袂到。但是伫古圣先贤甲真拢安尼讲，我们就信其有。若无人毋敢黑白讲。而且呢，咱今日阮是算有领天命的代理明师，
如果若无，我可能吼，迄个烧一张了后，就毋是安尼了吼，因为这袂当欺骗上天，欺骗众生。伊讲哦，安尼哦，真正，因为伊嘛足替伊听护法咧，伊是了解护法吼，伊咧听护法念吼，伊听啊足清楚。所以呢，伊就讲迄个孙慧敏是啥物啦？孙慧敏就是师母，就是我们的中华圣母。伊就讲安尼伊知影白羊三圣他知道所以这些因缘让我们了解说，为什么咱的周公大礼，咱求道的仪式会这么重要？舒适的所在。所以咱咧请单，因为伊6点半就来，我爱先请单请单伊嘛要注意看想讲互我头拄仔还袂穿了礼服的时阵，就将妈妈就去叫我伫咧讲话，尼进前的了后，徛伫遐呢，编一段才长安尼所以问我讲我是啥物人当然咱记得他讲他就是济公老师的代理人，是因地理工商的代理名师上面就是代表关圣帝君下里就代表是先祖所以整个过程。我们的书生就是在这里所以伊只来写给因世间有老的福德相，要在轮回中。那么当然，伊第二句就来讲，写就真打着菩提成观念。所以到这就是已经是正果的方法伊讲正果咱今日是要正见因世间，还是要写见？正见因出世，还是要写见因世间？选择权在我们，选择权在我们。那么来到尾要达到无为，一定要写正真打着菩提成观念就是无邪无恶，正义无私你菩提咱的觉醒就会很自然的显现。那么你将来当然法家法理，所有的法，一切法一真一切真，迄个环境如一切法，伊就是亲像一个牌对咱苦海之王，要互咱会当真正渡过即个苦海，达到极乐的边啊！你一定要有法度写成双切就是做自然无执着，无梦想，无分别，安尼很自然那么咱当然咱自然灵光就走了，回头跟神，菩提自信，这个就是你将来伊是甲咱讲的是一个法尔，是一法尔，但是用遮尔济的即个智力来甲咱做解说来甲咱做解说。我拢感受讲，其实讲到尾就是这个一顿善良事，万事归问于伊那么伫遮咧，咱到遮咧第15伊后壁咧甲咱讲一个证明。思想是顿教，因为大法尊，美文经累叠。如果你若背你想甲几件你拢无法度了若5集3间，所以呢，蔡敦堂甲咱讲，众生妄想，但是只要一悟即佛只要你当下体人讲把握当下，真悟做主的时阵，你就了分明。那么如果你也思维不明，若无真正去甲亲近的，你是袂当了解。所以伫遮咱读这16首的这个无常颂，咱一定要一项，迄个第3条甲第13条咱一项去甲伊做一个体证去甲伊做一个实践。所以呢，咱毋则讲，咱迄个有典文师这样讲，听遮尔济道理，若袂晓，如会贯通。